大家好，歡迎嚟到是馬同行 Shema Together。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最近我諗咗好耐嘅問題。我最近就讀到一篇文章，當中提咗幾個幾有趣嘅觀點嘅。佢例如就講到亞伯拉罕早期築壇啊，其實仍然係受到古代宗教文化影響，認為佢一開始嘅時候係帶住私心，後嚟先慢慢由宗教禮儀轉向與上帝建立真正嘅關係。我睇完之後，第一個反應唔係急住話同意或者唔同意啦，反而問自己，即係一句，其實真係經文係咪真係咁講嘅呢？咁樣。我一直相信神學討論最重要嘅態度唔係揾人支持自己啦，而係願意一次又一次咁樣翻到去聖經。所以今集我想同大家一齊重新去閱讀創世記12至到15章。第一個部分，亞伯拉罕一開始嘅時候係咪帶住私心嘅呢？咁啊，如果單單睇創世記12到15章我發覺經文其實係冇乜直接係描述亞伯拉罕係帶住私心嘅。其實經文確實係冇將佢塑造成為一個完美人物。譬如話，佢都有因為饑荒落埃及啦，佢曾經因為驚而隱瞞撒拉係自己嘅老婆啦。後嚟仲曾經問神：喂，我既然冇仔，你仲賜我乜嘢呢？咁樣，所以聖經其實就冇美化到亞伯拉罕嘅。另外一方面經文亦都冇講亞伯拉罕最初跟從神其實只係為咗自己嘅利益。呢兩者之間其實係兩回事嚟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話一個人有軟弱，呢個經文其實係有清楚記載。但係如果我哋話亞伯拉罕呢一個人個內心動機係乜乜物物呢？咁我諗真係要經文有足夠嘅證據嚟支持先可以咁講。如果唔係呢，就好容易由釋經變成推測嘅嘞噃。第二部分，築壇係咪代表利益交換呢？咁啊？咁我讀到嗰篇嘅文章提到古代近東文化，人就獻祭好多時候都會帶住一啲利益交換嘅色彩。咁我認為作為歷史文化背景，呢一點係值得參考嘅。不過我都提醒自己，其實經文背景資料就唔等於經文本身。我哋睇返創世記12章7至8節。13章18節都記載咗亞伯拉罕係有築壇嘅，但係經文就冇描述佢向神話我要求要交換啲乜嘢利益。相反幾次築壇都出現咗一樣嘢，就係神主動咁樣顯現，主動咁樣應許。所以從經文本身去睇築壇更加似係乜嘢呢？回應神、紀念神、敬拜神、宣告耶和華先至係真神。因此我覺得如果直接將築壇理解成為利益交換，似乎係證據係唔足夠啦。其實頭先講過，其實築壇每次都係神主動顯現同埋主動應許之後，然後先至做噶嘛。第三部分15章之後其實係咪冇再築壇呢？咁樣，咁我讀到嗰篇文章有提到亞伯拉罕去到第15章之後就唔再築壇，而係直接同神對話。我翻去重新睇翻經文啦，發現其實就唔完全係咁嘅噃。例如創世記22章，亞伯拉罕係帶以撒去呢一個摩利亞山啦。經文雖然冇用築壇敬拜去描述，但係確實係記載咗乜嘢呢？亞伯拉罕在那裡築了一座壇。咁呢次築壇反而係成為整個嘅信心旅程裏頭好重要嘅高峰。所以我唔覺得創世記係由築壇然後進步到唔需要築壇。或者用更合理嘅理解可以點樣去講會比較好啲呢？我建議係
築壇同與神對話本來就係一直並存嘅。咁第四部分咧，禮儀同埋關係係咪真係一定要需要二選一咧？咁其實呢一點係我對於文章裏頭咧最保留一個地方，就係咧將禮儀同埋真實關係咧對立啊。其實聖經反對嘅嘢咧，從來就唔係敬拜本身，而係只有外在嘅禮儀，而冇真實嘅敬拜啊嘛。以賽亞書、阿摩司書、彌迦書都曾經責備以色列人。但係唔係鬧佢哋獻祭，而係因為獻祭同時又行不義。咁去到新約亦都一樣嘅。耶穌咧冇廢除敬拜。咁初期教會咧，我哋仍然係見到聚會、擘餅、洗禮、禱告、聖餐。所以咧，我認為真正需要避免嘅唔係禮儀咯，而係空洞嘅禮儀。敬拜同埋關係其實咧，都唔應該，亦都其實唔係好需要互相排斥啦，係咪？咁我做少少結語啦，咁今次分享呢，我唔係話證明自己一定啱，而亦都唔係想否定任何一個人，我更加希望咧想提醒自己一件事啦。當我哋去聽到一啲好吸引嘅講法嘅時候咧，其實真係唔需要急住去接受，亦都就冇話需要話，立即跳去反對啦。咁其實最好嘅方法，不如拎翻本聖經出嚟，掀翻去經文，慢慢睇，慢慢讀，又再諗下，慢慢思想。讓聖經咧去塑造我哋，而唔係讓我哋既有嘅印象咧去塑造聖經啊。咁如果咧我哋呢一個 channel 是馬同行 Shema Together 可以帶俾大家一樣嘢，就係我希望嘅咧，就係唔係提供一個最快嘅答案，而係咧邀請大家一齊去學習啊，聆聽神嘅説話，去透過聖經。咁我多謝咧大家收睇。咁呢一條片咧都係我第一條片，所以咧都有好多講得可能唔係好流暢啊，唔係太自然啊，講得未夠精警嘅地方啊，請大家多多包涵同埋咧支持。如果你鍾意呢條片咧，我都邀請你俾個鼓勵我啊嚇。咁咧歡迎你去 subscribe 啦、like 啦同埋 share 啦。咁就歡迎訂閱，而我哋咧都一齊可以咧聆聽聖言，誠實思辨，彼此同行。